呢對全身黑色、拖住條長尾、四肢手掌腳掌生滿橙紅色毛毛嘅馬騮仔，叫紅掌猿猴。2月中先啱啱喺海洋公園出世。不過由於對雙胞胎經常抱住爸爸媽媽，獸醫暫時確認唔到佢哋係男仔定女仔，要等佢哋身體狀況穩定啲再檢查。紅掌猿猴原本棲息喺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嘅雨林，主要靠食水果同昆蟲為生。初生嘅紅掌猿猴主要由富經驗嘅爸爸同兄長照顧，又會經常俾佢哋孭住。而媽媽就一反中國傳統觀念，係家庭嘅領導者。訓練員話要好好地飼養紅掌猿猴，先要觀察佢哋嘅習性，為佢哋提供一個舒適嘅居住環境。我哋會有個巢箱，同埋希望佢哋可以喺休息時間啦，或者佢覺得感覺得天氣凍嗰陣時咧，佢有得個居住嘅居所咯。咁同埋我哋 set 唔同嗰個 perch 嘅高度咧，希望去提供翻佢嗰個活動空間，同埋佢喺野外嚟講咧，佢都係由樹跳樹嘅，希望佢保持呢啲咁嘅行為，教育翻佢自己嘅 BB 仔啦。不過遊客想見到呢7隻紅掌猿猴就要等多陣啦，因為海洋公園要留待6月嘅熱帶雨林天地開幕先俾佢哋亮相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冼浩欣報導。